佛山呢個怪人真係絕啦！喺維修發動機、燒機油呢件事上，同其他人唔一樣，人哋都係將發動機調出嚟打散大修，咁樣一修就係幾萬蚊。但佢就偏偏唔係，佢話都係老車，可能就值10萬8萬，而且明明換個氣門油封，使幾千蚊就可以解決80%嘅問題，沒必要花幾萬蚊去大修。佢仲做咗個驚人嘅決定，為咗方便港車北上修車，佢唔單止係佛山有一間3000多方奔馳專修店，就連珠海、中山都有。由於人太過實在，佢深受奔馳車主嘅喜愛，如果唔係提前預約，都好難揾到佢修車。因為係香港人夫管理下屬 4S 做咗10幾年，所以佢對品質要求特別高，維修流程都係嚴格按照人夫要求，噴漆更係採用勞斯萊斯嘅雙磨雙噴工藝，就連車內飾所用皮料都係親自把控，一針一線都親自把關。人哋問佢直接更換總成唔係就得啦咩？佢話我係做維修，唔係換件工。我維修奔馳25年嘅經營理念係能修則修，幫車主整好架車，又能夠幫車主慳到錢，俾更多奔馳車主知道奔馳所有項目原來可以一站式解決。